台人同仁仔的含内科，创办这间病院的人，都是台南的仁医韩石泉。迄个时阵，大家选你做台南市228处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，伊提出4个条件：无要扩大，无老火，袂使要举刀举剑要相拍的。第三，无唬任现在的行政机关。最后，政治问题用政治方法来解决。人讲事久见人心，伊对人民社会的用心，将无情的战火化作呼声内最自爱的心情。